屏东防治Delta变种病毒拖开，顶礼拜甲全屏东体检有上万人，被到700个列做隔离对象，其中有一个是通缉犯，伊秘去山顶的果子园，不过落尾伊原是去互帮寮分局警察找到，而且找到迄时阵有感冒症头，加在体检了后是阴性的。防疫人员替警察甲互人抓到的通缉犯专心消毒。伊每一个人拢穿防护衫。这位40外岁姓陈的查甫人，因为窃盗，互法院判刑通缉，嘛互卫生单位扣列隔离。伊人线秘去朋友的果子园，最后互帮寮分局的警察抓到。由于该通缉犯当时有感冒、流鼻水症状，警方不敢答应，除了全程着防护衣外，并通知卫生局人员到场协助。电灯先开一下。其实，这摆Delta病毒疫调被扣列刷失联的民众，帮寮警方负责29人，要全部送检疫所。加在落尾，这位通缉犯体检的结果是阴性。毋但警察伫防疫第一线真辛苦，阁有逐工天光就去体检站支援的人员，有人爱甲无人顾的2个后生送去学校，甚至无用甲袂记哩家己的生日，伫面册写批甲囡仔回失的。忙起来就忘记那一天是生日，也忘了晚餐要跟小朋友一起去吃饭，共度这个生日。所以那一天小孩就在家里一直等。黄客员的批，互真侪人知影防疫人员的心声。面对Delta病毒，屏东10天拢总体检12000多人，希望民众配合防疫，唔通拍算防疫人员的辛苦。记者邓雅文、赖伟做屏东报道。